白师兄，我现在便教你苍虚心法，只要掌握了这御风之术，通过明天的测验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控制不好的，那些怎么会？因为你接受了他。啊！一楠，你要记住，无论是花还是剑，你觉得他在排斥你的同时，他也能感受到你的敌意。排斥是相互的，接纳也是，你懂吗？我明白了，白师兄。无论明天成败与否，我都没有遗憾。一楠。这个，你拿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祛拔生机的良药。我师父潜心研究药草，用以制药，我便从他那里讨了一些。你每日涂一点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不用再起子弹了。谢谢你，白师兄。应楠，明天一切顺利。训练的规则很简单，只要你们先拿到自己的佩剑，然后成功阻挡幻灵剑的攻击，便是成功。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第一位，于英奇。看好了。很好，你的佩剑认可你。谢谢师尊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于英奇，早日入门之时就觉得你资质颇深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不同凡响。又是什么风，把追云真人吹过来了？我听古意说，今日剑虚有一战，不生好奇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有打扰到你剑圣吧？当然没有。真人，请随便。下一位，
于英男。不，到我了。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天启法师，怎么可能？你的剑还是不愿意为你所用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的佩剑不认可你，你便无需再留在蜀山了。哥，师尊，门无规矩，不足以立本，谁都无需再说。师尊，可是殷南他……各位师长同门，殷南愧对你们赋予的厚望，感激你们这段时日的陪伴，今日就此别过。殷南，要走，一起走。不行，哥，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了。做与不做，全凭我心。我陪着你。一把被主人抛弃的剑，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。按蜀山的规矩，应需当即把这把剑投入熔剑炉之中，销毁于世。不要，这是我的剑！殷南，落英有形，剑无形，这把剑再不适合叫女娲了。我的剑认可我了，他认可我了，我不用下山了。